大 S 傳懷孕5個月，諸葛做人成功。諸葛公主公告天下。日子一日一日咁過，責任都一日多過一日。雖然有啲辛苦，但係心裏面都有無限嘅期待同埋喜悅嘅。尋日自爆呢個喜訊，大家估到晒啦。新生命嘅嚟臨啊！有咗啊，恭喜啊，替你高興啊！公主有咗啊！去年3月嫁俾 New Way 薛家二少，公主一直恨生 B 恨到出晒面。我哋尋日問過準媽咪，話未公佈得住喎，要跟傳統，怕 BB 未夠3個月會小氣。公主近月已經全面停工啦。耶！大 S 都好似半停工咁喎。有傳大 S 有咗5個月，身形暴漲，出街改着平底鞋，仲俾人影到佢哋揾蜜中祈福求子添啊！之前父親節嗰日，佢老公出 show 話，希望佢同所有已婚男士出年過到父親節，擺明暗示做準爹哋啦。